从小我妈就说我缺心眼儿，让我多长点心眼儿。今天我就吃个心，长点心眼儿。我看这里有没有心眼儿，看看这个心眼儿够不够大。今天我就给它做了吃了。这个心太大了，我得做好几道菜。一会儿让我兄弟媳妇儿也补一补心眼儿。海红，你拿点水，咱们把心洗一下。这个牛心能好吃吗？咋吃啊？这牛心是牛身上最强健的一块肌肉，你就等着吧，一会儿我给你烤着吃，让你尝尝。好的。换一个菜板，咱们切点配菜。戴手套，咱们给它搅拌一下，有点就行。来点我们当地的芥花油，提提味儿。肉已经拌好料了，我们稍微让它腌制个10多分钟，一会儿就可以上锅烤了。海红，肉腌好了，咱们快来吃饭吧。熟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我来一块，我想吃一块肥一点的，你带点黄标的，可香了。这个，看，好吃，老香了，成香了，是不是不比牛肉差？好吃。姐，这个牛心你们经常吃吗？天天杀牛，没事我这牛心就留着自己吃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牛心。姐，这不够吃啊！没事，我一会儿再给你下来，把这点都捡到碗里，一会儿咱再下。够了，有点就行。哎呀，咱俩把这点肉都吃它得了，真好。好，熟了，拿着吃吧。我吃点这个肥的。好吃。你用这个菜卷着吃啊，卷着吃可好吃了。我也卷一块。哎，特别这个黄标酱是特别好吃。红香啊！姐，你看啥时候杀牛啊？明天早上杀呀，明天杀2头牛。杀2头啊？明天我直播卖。你别回绝我，你必须得给我留着。你留心呀！牛心我想做福利呢。你别，你给我吃吧。那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那行吧，就不应该给你吃心，这一天心眼都长你身上了。